換轉來看咱國內，這陣啊南部的雨是連續一直落，在高雄鳳山有路林的安全島，煞是生出規片的菇，有不少民眾是燒錢來翕相。其實去年在同一個地點就捌發菇類出來，因為有毒，公園處是緊派人甲挽掉。專家講，這款菇洗落白白，閣真古水，不過其實是有毒的，提醒民眾千萬都唔通烏白板。看到安全島頂懸熊熊出現一大片白色的菇，深色的櫃面有騎車民眾專工停落來翕相。高雄鳳山鳳南路這搭分隔島去年嘛捌發菇出來，迄當陣民眾燒錢走來劫，造成交通問題，佫出動員警來指揮處理。附近民眾講，20佫生10外蕊出來，又佫有人散散走來看，實在真危險。這大蕊的，迄袂寫是啦。所以講迄生嘛危險是啊？唔是啦，迄像安尼車足多無，車來車去，人要起來看停啊，車袂得過啊。安尼會車好啊？袂啦，袂去那慢啦，嘿啦，袂去那慢啦。因為遐過遐嘛都危險的啊，愛個毒無毒人啊，唔知啊，你烏白板等下慢慢的去。專家講，這款菇是有毒的綠蟄菇，拄生出來是白色的，到分的時陣就會變青青。若是無細緻，食落腹肚會中毒，出現腸仔炎的症頭。市府20名就緊急派人去挽掉，避免影響交通，也是有人會慢去佚佗。公園處表示，這陣啊高雄雨水高，有草瓦埔的所在就真夠生這款菇，民眾千萬唔通烏白板，若無後果惡案算。綠蟄菇具有毒性，不可觸摸、摘食或食用。若民眾發現，可通知公園管理人員或撥打1999通報。不小心吃到綠蟄菇的話，它引起腸胃道不適的症狀，症狀包括噁心、嘔吐、肚子痛、腹瀉，這些都可能。所以還是建議民眾說，我們野菇只要有野菇，我們就不吃，也不要認為說它是白色就是安全。民眾講，水網已經清掉，不過只要雨一落久，免偌久就閣家己發出來。高雄氣象站講，受到西南風變強甲低壓大影響，南部隨時會上大雨，而且這雨可能會落到後禮拜2過天氣才會轉高變穩定。記者郭家祖、邱超陽、高雄台報道。